呢幾日稍為靜咗少少啊，咁就趁國際時事都好似靜少少嘅時間咧，就處理咗少少嘢嘅。咁咧其實就之前都一路咧就有 online 啊，即係通過呢個舊報紙去搜尋啊，即係呢一個香港公共圖書館嘅 database 就搜尋下一啲即係譯名啦嚇。咁其實都發覺咧，香港新聞處其實唔係好成功嘅，政府新聞處唔係好成功嘅，即係自己。即係至少80年代各個報紙依照佢哋嘅 persuasion 啊，就有佢哋自己嘅取向，就唔同嘅採用即係中國式即係或者台灣式嘅譯名啦嚇。咁就新聞處就獨樹一格嘅。有陣時咧就好有趣嘅，有陣時即係當然呢個我等陣間先講啦，即係少少發現啦。咁咧就基本上就。即係新聞處堅持一個，咁跟住啲媒體各自用一個，就偶然間會喺90年代初咧，就見到某啲台派嘅新台嘅報紙咧，就用佢嘅新聞處個名。咁但係去到因為個網上 database 去到九字頭嘅啫，90嘅啫，咁所以後邊咧就要真係要去各種各樣就包括去中央圖書館真係調啲《天天日報》《東方日報》出嚟睇。一唔係另一個咧就要睇膠卷咁所以咧就最近就最後做係呢個作業啦。咁當然明報有啲嘢再睇咗啦咁即係例如好似因為有陣時好奇怪嘅，即係我諗其實大致上香港新聞處以前嘅運作就係有嚟香港嘅人就有，通常就訪港大禮包就有名冇嚟過咧就冇咁有陣時有啲名咧就好怪嘅，即係好似無端端會用翻約翰遜咁 Francis Prim 咧就叫皮姆咁同中國一樣嘅。咁但係咧就反而明報咧就喐得好啲唔知點解就做咗唔係咩就姓卞明武卞武咁咧就可能分分鐘喺韓劇可能最近有個人物阿池珍熙做嘅卞武俊咁可能係好似咁就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就終於睇埋90年代嘅名，其實咧就其實認真咗一轉嘅咋，即係或者推廣嗰一轉就係阿貝利亞上場嘅時候，咁咧就真係前後啲保守黨嘅人名咧就做咗一堆嘅，咁所以可能喺07、08白高敦登場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堆，所以就有咗一個 PDF 就出咗嚟啦，就嗰個 PDF 就有好多名嘅，咁但係中間咧就好多。reshuffle 嘅時候咧就唔見嘅咁所以就我諗就大家都會知道我而家喺邊度嘅喺粵語維基嗰度咧，我比較好啲做，因為中文維基咧，我諗啲名有陣時都可能俾人 contaminate 晒 contaminate 晒自己製作嘅又擺晒上去，毫無根據咁，自我創造咁睇下點啦，除非有更好嘅來源啦，否則嘅話咧，我諗而家有部分來源都係信翻當年嘅報紙所寫啦，因為都冇辦法，你冇辦法，即係你因為第一新聞處冇出，第二即係我又唔見得外務省英外務省會將佢哋所謂嘅 database 列出啦咁睇下有冇更好來源啦。咁但係我又唔覺得應該有，因為有陣時佢哋自己都亂晒龍嘅，即係07、08個轉有幾個人名，其實係喺新聞處嘅時候譯得更好我覺得。咁但係即係就算最近有啲白高敦潮嘅人名都譯得唔差嘅，就有個即係新人新名咁我都唔知啦。咁所以我傾向用舊名嘅，咁 sorry， 或者有陣時有啲報紙都會好啲咁，所以 anyway 啦，咁所以就動向就係。你會喺邊度見到我嘅成果？就係第一就喺交視錄自己嘅 set 個站嗰度啦。第二就你會喺呢一個係啦粵語維基中文維基，其實我就唔歡迎佢哋抄嘅。咁但係佢哋要抄我都冇辦法即係但係嗰啲人就有陣時抄又唔落錯啦。咁就呢啲就自行判斷啦